2019年，台湾创下着人权的里程碑，将做亚洲头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这4年外来，已经有12000多对的同性伴侣加入礼堂。2023年，政府进一步开放着跨国同婚。安尼一来，让要所有的国家，包含着香港甲澳门的民众，拢会当甲台湾的同性伴侣伫台湾登记结婚。但是，独只有中国籍的民众，也是互排除在外。像住伫台中的查克，甲来自广州的小丹，透过网络交往7年，每人1、2个月都要飞过700多公里见一面。两个人要维持感情是真无简单，而且想要结婚，现实也是无稳准。两方同性婚姻，敢真正有国安的疑虑，是毋是有其他的配套，或者是解放呢？咱继续来探讨。如果说台陆同性有关国安，那异性呢？如果说有国安的疑虑的话，我们都很愿意接受政府的监督，不应该剥夺我们结婚的权利。希望说政府能够真的是再勇敢一次，就是让我们台陆能够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That we're going to choose or not? I like the ball we choose. 今天是最后一次的西装试穿，对，那因为我们就是特别定做了一个很神奇的颜色，一般人家都没有的，我们特别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绿色这样子。Because we like nature and also like we love plants. 穿飘飘的西装，面上拢是幸福的笑容。爱情长跑8冬的跨国同性伴侣阿贵甲安德烈，总算要行入结婚礼堂。很帅，我只是很帅，对，再度爱上。38岁阿贵住台北，伫教育界服务。33岁安德烈是来自菲律宾，较早是一个专业的中国师。因为我嫁给厨师，所以厨师就是每天都要煮大量的东西，所以最近只好那个认真运动、认真减肥。成效如何？来得及吗？到婚礼的时候来不及了啦，已经要炸开了。为了筹备婚礼，阿贵差不多是规家伙啊总动员，更加派出卫星啊做伴嫁，甲心爱人地球改努，有合法的伴侣身份，这是因较早唔敢想的梦想。So yeah, it's mixed emotions. Happiness. Yeah, happiness and a little bit sad of like sad because you're not anymore single. But luckily you found this person that you really like. Yeah, so. 在这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度过了非常多起起伏伏，但是我非常开心你可以在我的身边。2023年12月初2，阿贵甲安德烈伫证人的见证下幸福完婚。到底是什么款的缘分？分跨越1400公里，伫茫茫的人海中拄到彼此。下晡5点半，安德烈当伫灶骹伫无闲。I was working in a hotel in Coron where I live. When I served the food, they ask who cook their food. So I just go out and introduce myself. So we keep talking in a messenger. After 1 month, we just say, how can I say this? We tell each other that we like each other, something like that. 有一身的好手艺，天真单纯，古锥的个性，和阿贵对安德烈一见钟情。不过安德烈对阿贵的第一印象又搁是安怎No. I no, because personally on that time, China is claiming that one of our island is, if I heard them speaking Chinese, I really hate them. Yeah, on that night before they leave, he just like, no, we're not from China. We're from Taiwan. We're different. How's your day? Okay.
And just wear your slipper. So what are you cooking today? I'm just cooking the. Potato. Yeah. And What is the this? curry. Yeah. In Shanghai. Yeah. That's good. 以前可能还会在公司待一下下，可能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现在可能6点到了就准备那个手刀奔回来。一场美丽误会，会愈行愈远，为朋友变成情人，如今更加成为彼此重要的人生伴侣。You also like this? Give me your.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你喜欢他？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菲律宾人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很乐天、很纯真的那种感觉，非常特别。面对面开讲，好好食一顿饭，拢是跨国伴侣得来不易、简单美好的幸福。壁顶一张一张的相片，记录着两人为熟悉到恋爱的过程，每一步拢刻骨铭心。最有故事的应该就是第一张这张。对，那这个是我快将近8年前去菲律宾的小岛上玩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他的那个时机点，其实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啦。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看到手，他的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然后再来这张很特别，这张是第2张，是我认识他玩，再来我们就可能在网络上聊天嘛，然后就是之后有确认说想要在一起，对，一个人就飞回菲律宾小岛上找他。距离无多阻挡因相爱决心甲勇气，却想袂到讲2021年台湾爆发严重疫情，医疗之外危机甲挑战随之而来。疫情的期间，然后可以看到就是疫情开始，对，那镜头在视讯的时候就哭啊这样子。疫情1年过后，然后开始很多人可能想要见到对彼此的话，那如果他们已经有伴侣的身份的时候，就可以开放依亲进来探视。可是变成我们没有法律的保障之下，我跟他在法律前面就是陌生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2019年，台湾通过同婚专法，经过9年的等待，同性伴侣总算会当拥有幸福生活的合法权利。然过跨国同婚却未同步开放。阿贵甲安德烈有几个摆为了婚姻平权，走上街头争取权益。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点好像被人家放弃的感觉，还要请很多的民众帮我们写明信片，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结婚？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有一点神奇，是你其实只是想要结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要花好多的力气。跨国同婚开放前，国外人士只能透过短期的旅游签证、打工度假的签证，还是申请留学来台湾甲伴侣暂时团圆。除了身份必须符合资格，停留时间有一定的限制。一直到2023年1月19日，内政部发函公告，除了两方同性的伴侣，其他跨国伴侣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准予结婚登记。阿贵甲安德烈总算会当完成结婚的梦想。Slovene， 甲阿贵安德烈比较起来，欢欢喜喜享受婚后的夫妇生活甜蜜的模样。镜头来到136公里外，住伫台中的地客有无共款的心境。我是查克，今年41岁，我从事旅宿业。我平日工作任务是确认公司营运状况、人员调度。平时管理着2间饭店，地客工作表现真欠卡，不过难解家务事总是会烦恼甲挂心。之前就是因为请不到人嘛，陪伴小孩子的时间就比较少一点。小孩子就是常常就会问说，妈妈今天会回来吗？还是说今天是又要睡公司吗？然后后来就是，就自从伴侣就是有过来的时候，就稍微就是好一点。我来了。哦，帮你泡了茶。一入门随送来一杯烧茶，伊是地客伴侣来自广州的晓东，两人跨海远距离的交往已经第7档啊。他在家干嘛？在看电视啊。又在看电视。个性温柔体贴，晓东平时替工作真无用的地客，处理家务加入因兜，拢看甲真整齐。现在我们衣服就已经归类好了。归类好就是冬天的会冬天的，然后夏天的话就是在自己。
地客甲晓丹个性看起来拢无同款，也阁有真侪共同的兴趣，毋若拢爱小动物，网络游戏更加牵起因彼此难得的缘分。不要抽了，开始了啦！哦，我们其实也是在网络上打游戏认识的。他给我照片，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对啊，就单纯那时候没有别的想法，就只是觉得说，这人讲话很有趣。2个，真的假的？我去救你。其实我们打游戏另外一个就是说是联络感情，因为我们都一直是远距离恋爱，然后我们就是借由就是打游戏的时候，2个人在同一个游戏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做同一样事情，去联络感情。远距离要维持感情并不简单，两人嘛捌经过真侪艰难的事情。这一张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奔现，就是真的见面的时候，然后去广西桂林的时候拍的。那第一次见面感觉怎么样？他很假，他装作很安静这样子。这个是2021年4月20号，我很记得我是4月1号去大陆，然后那时候在里面被关了15天。然后为什么被关？因为疫情期间我要隔离，所以我在那个饭店里面一个人独自生活了15天。记得我那时候住9楼还是10楼，忘记。然后我就往下看，然后我就看到他，我还把我有照片，然后画起来，就说他就在那边等我，在门口那边等我。然后眼泪都快飙出来了。对啊。就是我们的小孩子他的房间，然后这些娃娃的话都是，他就真的很喜欢娃娃公仔。即马地客甲晓丹共同请养一个查某囝，规厝经的布翁甲红啊，不难看出两位妈妈对囡仔的疼爱。我们暑假的时候有带他去四川那边，然后有带他去看熊猫，然后当时他就很喜欢，然后就跟他买了。这都是小朋友的考卷，像这一些数学题什么的，我都是要帮他列出来之后，然后再一题一题这样子写上去。我们就刚好就是一个白脸一个黑脸呐，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好，所以我女儿就是会顶嘴，或者是说故意字写歪，然后又不受教，他们就会故意说那我叫你妈咯，然后我就会过来，我就跟他说你再不好好写，因为我女儿比较会怕我，他们就不会怕她。平时的互动早就已经是亲人，地客甲晓丹嘛捌想过结婚，和囡仔更加完整的爱。我当然是升迁妈妈也升迁爸爸的一个角色，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说他也是有双方的爱，有多一个人爱他 ，Why not？ 对不对？因过目前陆委会以国安为理由，又愿意开放中国甲台湾的同性伴侣伫台湾登记结婚。幸福成家的最后一里路，真侪甲地客甲晓丹有同款处境的同性伴侣，依然伫困难中继续向前行。你说国安这个帽子要扣在我们台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太大了。我们都很愿意接受政府的监督，不应该剥夺我们结婚的权利。你如果说台陆不能结，那为什么香港跟澳门那些都可以？那国安问题，我就想问说，那即使是这样，那到底我们陆配好了，有几个国安有问题的？有数据吗？就算是要机场面试，异性恋已经这些配套不是都好了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比照办？到底两岸同性婚姻敢应该开放？如果需要什么款的配套甲措施，条约立委看法无同款。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两岸人民条例》，因为我觉得不可讳言，台湾跟中国目前仍然两方并没有对于国家正常化有共同的共识。大方向上当然是觉得应该要逐步来做开放，但这回到的是两岸关系的紧张情况之下，我觉得必须要审慎。那讲到国籍的时候，那么中国是不是属于外国籍？因为中国如果是属于外国籍的话，其实现在外国籍的同性伴侣是可以入籍台湾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或是修法的过程当中，面对的恐怕也不是国安问题，还有面对的是国家认同的问题。请问这个如果是异性之间的婚姻，难道就没有国安问题吗？怎么同性之间婚姻就扯上国安问题？我觉得陆委会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异性婚用什么样的条例，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样的法规，同性婚姻也应该比照办理啊。回归法这边的讨论，两岸同性伴侣若想要结婚，要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谈所谓的婚姻，婚姻是依行为地法，所以老实说，台湾这个行为地是可以同婚的，所以只要移民署跟陆委会同意让中国人进到台湾来结婚，那么
它就符合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说的行为地，那么的婚姻就有效。所以我认为其实没有修法的问题。2019年，台湾地方府中通过同婚转法和相爱的同性伴侣，不再只是法律上的成婚人。2023年，进一步开放同性配偶收养子女以及跨国结婚。目前，敢若剩中国甲台湾伴侣未当完成结婚的梦想，守护婚姻平权的价值，台湾敢会当过勇敢一摆。 For the marriage equality, this is really good for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did. But at the same time, not giving only for this certain people or for this certain country, they must give it to all. 希望说政府能够真的是再勇敢一次，就是让我们台陆能够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对啊，所以也想跟台湾跟中国的伴侣说，就是不要放弃，继续坚持下去。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走到那一步的。 爱跨越性别无分语言无限高精，婚姻平权的未经之路，依然有一群人正拍拼向前行。正人期待风雨过了后，人生旅途有心爱的人陪伴，日子更加平凡，拢是幸福。